过来是社会新闻，有几啊摆替这个艺人碰车车出面敲债务这个金主林炳文，即马被调查出来讲涉嫌诈欺洗钱甲地下汇兑。林炳文涉嫌透过名下公司卖虚拟货币，这个帮助诈骗集团洗钱，金流将近1000万。昨暝被人抓去了，移送新北地检署复讯，以300万交保。不过对着伊开设这个案件，碰车车的经纪人甲因后生拢表示讲并不清楚。这个事情完完全全告一段落了，好，所有的债都完全归零了。斗相共现大部分的债务，伊是艺人蹦车车金主林炳文，若斗新入口做行销，嘛拢伫咧替蹦车车接通告，想讲会煞敢若涉嫌洗钱、诈骗含地下汇钱，扣刑事桥梁。我们现在的团队越来越大，开销也越来越重，我们一个月要花掉几千万。林炳文的公司 PG Talk 敢若用线顶机会方式买 PG 的金币，替诈骗集团伫咧洗钱，金流要1000万。刑事局昨日去林炳文兜掠人，尾到去台北的公司搜证据，昨暝移送新北地检署复讯了后，裁定300万块交保。查扣现金新台币大概4000多万元，虚拟货币折合新台币大概是2.06亿元。哈，具体12名这个被告到案，认为被告等人涉嫌违反银行法、洗钱防治法，还有诈欺等罪嫌。针对林炳文涉嫌犯罪，蹦车车经纪人和学生对案情了解偌济？基本上太了解，因为我们真的不清楚状况。经纪人嘛讲，林炳文是一个真有义气的人，拢会甲人斗还债务，不过嘛无清楚公司的营运状况。